伫咧新竹有一阵总铺师，逐年过年进前拢会特别穿好料的，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。今年总共有找30外个总铺师，穿10项好料，免费办66个，要用实际行动来帮助弱势族群，互因嘛当过一个温暖的过年。老甲入味的老鸡腿，另外一边的总铺当的煎鱼排，偏起来是香讲讲。甲烧烫烫的料理放来桌顶，大家一喙接一喙，学了甲会搭字。菜是安怎？好棒啊！菜色赞哦，鸡腿个大鸡啦哈，菜色超水，超好。专业厨师的没有错啊，真的，主办单位办得非常的好，还有晚会。新北市有一间总铺师，第一年尾拢会传好食的白鸡料理，免费煮予有需要民众食。今年总共有30多位总铺来参与，每一道有10项菜，总共准备66道，让大家吃办道，感受过年的气氛。回馈社会嘛，做一些公益，提供一些好吃的给一些街边流民吃啊。的话，像有这个冷盘啊，有糖醋鱼啊，有佛跳墙啊。原定是要办理50桌，但是最后因为各单位非常的热情，都超过这募款的桌数，所以总共办理了66桌。我们也动员了30几位的伙伴，一同来办理今天的这个活动。新北市长高虹安参加活动的时指出，新北市在社会福利政策上，今年也特别甲提供予弱势学生的10上百餐券，金额对80块提悬到100块，予学生会当到300间爱心商店使用。感谢社会爱心，地方政府采用实际行动来协助弱势族群。记者朱君豪，新竹报道。